約瑟嘅子孫，包括以法蓮同瑪拿西兩個半支派，喺約書亞同祭司面前拈鬮分地。表面睇，呢個只係一個分配土地嘅程序，但係背後其實有更深嘅意義。呢一刻，係神跨越咗成400幾年嘅應許，正式喺呢一代人身上完全兌現。約書亞記16章1節記載，約瑟的子孫拈鬮所得之地，神當年對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嘅應許，等咗咁多代人，經過奴役出埃及曠野漂流，今日終於實現。神嘅信實，從來唔會因時間流逝而失效。親愛嘅朋友，你今日係咪因為某個應許等咗好耐都未實現而灰心？呢個故事溫柔咁提醒你，神嘅時間表同我哋唔同，但係他從來冇失信於愛他嘅人。佢可能正喺你睇唔到嘅地方，預備緊一啲超乎你想象嘅祝福，可能要傳到你嘅子女孫兒。今日就重新信靠神嘅信實，安心咁等候他嘅時候。